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杨祖和，欢迎收看1月21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国民党立委王金平20号受邀请来到台南举办新册签名会，并赠送着过年的春联。王金平表示，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国家，拢要以和为贵，强调只有和谐才会当带来团结促进两岸来合作以及经济发展。另外，有关着当时要来表达参选总统的意愿，王金平表示会伫咧元宵节过后。有位参选2020总统大选的国民党立委王金平，因为本身是7个月竞赛，20号中昼受到中常委陈宗兴的邀请，出席台南的买艺，现场一开60-70桌，邀请的拢是党内精英甲地方士绅。王金平并且找来500多本的新册，甲春联要赠送予议会贵宾。侪民众嘛踊跃索取签名，成为全场注目的焦点。另外，过年春联，王金平嘛以和谐为主题，强调人和、家和加国和的重要性。这是强调和治，人和则生，人能够和气，能够和平，能够和顺，一切这个都是可以生生不息，而且一直成长。那么充满生机，那呢，家和则旺，家呢都能够大家和谐的话，那呢就是互相照顾，这个亲情就是洋溢着，然后呢能够这个家庭都团结一致，就能够兴旺起来。然后呢，国家也一样，国家朝野能够和谐，那这个大家所有各族群也能够融合。等等呢，我们国家就能够兴旺，两岸的和平更能够带来国家的一个兴旺，所以我是用这样一个3个一个讲法，那么希望大家都能够得到这个和气。会中王金平甲市党部主委谢良介两人嘛互相阿乐，因为谢良介投入第2选区的立委补选，就算该区绿大于蓝，不过对时势来看，嘛唔是无可能。李谢良介嘛认为，伊的胜选嘛用来为国民党的2026夺回政权来拍前锋。王院长今天这个参会，他来，他也说他是七股的女婿吧，他说他七股他会帮我们助选用一点力，他也知道这边非常的绿了，那希望说能够翻盘，而且这现阶段国民党的气势寒流外溢的现象目前还有。所以我们也希望说能够顺势而为，再创巅峰。会中王金平除了一一甲在场的贵宾握手问好，伫咧随道敬酒的时，嘛有民众大声来喊出总统好。至于王金平到底当时要宣布投入总统的大选，伊也表示一切等待元宵过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议会临时会明仔就要邀请市长针对着房屋税政策做专案的报告。不过，议会民进党团今日上午嘛召开记者会，公布民进党的版本。总召林怡静来表示，民进党的共识是取消掉旧厝起的幅度，并且降低新厝起的程度。基准点就是顶届调整的日期为准，也就是民国105年7月1号。我们具体主张是建议从2016年的7月1号以后，领照的房子取消这个涨价，就是等于说我们本来今年的这个调增是要调到81%，那就是说从再一次的新的这个不动产评议委员会，我们期待公告一次3年，那下一次的3年就必须把2016 7月1号之前的房子，我们姑且说它是旧屋，把它从81%降为0，就是回复到原本的房屋税课税基准。那
2016 7月1号之后的房子，我们姑且称为新屋。那新屋我们建议要调降它的涨幅，那就从81%到54%，降低新屋调幅，取消旧屋涨税，取消旧屋涨税。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去年北区大天府镇南宫的主神关圣帝君，伫咧进行境内平安示警活动，夜巡经过北园公园的时阵，神轿熊熊来改变路线，前往到内底寺庙威林庙，并且当场来自驾。只是着信众爱企图着伫即个所在去互邪灵来附身的神尊。经过一段时间的整顿，目前威林庙内底已经无神明。也因为这个建筑物是违章的建筑物，所以北区区公所也顺势要来进行着拆除的工程。上香祈福，北区区长李煌新进行简单隆重的祭拜仪式，接下来就要将这间违章的建筑物为伫咧北园公园内底威林庙来拆除。目前威林庙已经无任何神尊为伫咧庙内。北区区长也讲出，去年关圣帝君夜巡的时阵所发生献祭的代志。咱去年拄啊伫咱迄个镇南宫吼，有咱地府千岁，还佫有咱关圣帝君夜巡来到遮，来发觉到咱即个所在有需要做一个整顿，所以交咱即摆伫咧庙林，当然这是无形的啦，看到有一寡迄个较无应该存在现象，那咱的迄个关圣帝君吼，就来进行做一个处理，所以伫这段时间了，除了地府千岁，佫咱的福利正神有信众请等于处理风采以外，剩的咱的一寡神像，交一寡神灵吼，那拢互咱镇南宫、咱关圣帝君来做一个处理。所以庙内即摆目前无任何的神像，所以咱公所趁这个机会吼，来进行咱这个违建的庙的拆除。拆除了后，才就形互咱民众吼一个真好一个休闲的空间，就较袂阁有生蠓虫，环境脏乱，一寡迄个较不明的因素伫咧遮就职的即个情形发生，互咱地方会使搁较平静、搁较安宁，一个真好的环境。拆除的工程预计伫咧3-5天内底就会完成。区长表示，这间威林庙违章建筑物因为无人管理，造成影响到四周边民众的生活环境。如今总算会当拆除，嘛算是幸福居民一个更加清气舒适的环境。台南新闻网后采访报道。为着宣示对儿童保护的决心，并且避免着儿童虐待事件再次来发生。除了日前市长跨局处来检讨，上午社会局嘛邀集到13间社会福利机构甲托育团体总动员，希望会当建立着政府甲民间共同来分工合作预防，共同来为着儿童的安全来把关。对于台南爆发严重的儿童虐待，嘛，互儿童保护议题成为大家关心的焦点。上午市府社会局就邀集南北家护中心、立新、善牧等13个社会福利机构甲托育团体总动员，强调过去大家拢是各自专业的分工，确保一个合作中心，有可能因此产生保护的破空。所以现在伊提出广告式的预防，正是要共同为儿童安全来把关。对于很多的像过去曾经有过儿虐的家庭，那是不是接下来当他已经稳定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协助？以共构式的概念来讲的话，那就变成说，我们也避免再度发生。那在社区里面资源就要展开出来，那很多的一些有关于社区里面的，例如像亲子活动啦、亲子团体啦，或是照顾团体，不是监督而是协助，那就可以降低它的一个我们讲说风险的提高，降低风险，然后降低它的一个危害，其实是预防的概念。那在还没发生的时候，不要让它发生。儿童少年保护的层面实在太宽，不过市府嘛已经宣示，包括社政、警政、教育甲民政系统，拢会全面加强对弱势甲高风险的家庭关怀，提早预防，就希望总动员来反对儿童虐待再次发生。不同总动员，携手反儿虐，携手反儿虐。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
台南市北区里长联谊会新任的会长童小云，结合着济北区的里长甲社区的职工，共同伫咧过年之前准备了一寡实用的物资甲红包，要来一一探访着一寡独居长者，嘛希望借此会当互因感受到这社会上的温暖甲关怀。虽然一透早真寒冷，搁来着小雨，但市长黄伟哲也是亲自前来到北区大道新城边仔的巷仔内，关心着独居长者的身体健康，希望这个关怀行动会当带予长者更加侪温暖。市长黄伟哲也来表示，面对高龄化的现代社会，市府未来一定会更加重视照顾长者这个部分。那里长联谊会是一个不是正式登记的社团，但是他们里长们自己聚集起来，用一些发挥的爱心，那这点我们是否要鼓励的？所以将来对于里长的这个整个工作经费也好，或者他们所从事的一些济贫扶弱的工作也好，这是否一定要全力的协助？进前迄个里较无遮尔啊，积极就对啊。啊，即马即个里即马安尼加足好诶，足好，足欢喜，足欢喜。市长来足欢喜，足欢喜。北区里长联谊会结合了济会员的爱心，准备了一大袋民生物资，以及3个无同款单位赠送金额嘛无同款的红包。这拢是每一位爱心人士因的心意，希望互独居的长者这年会当过甲更加好。我们的会员全部都参加33个里的里长，然后我们是想说，寒冬送暖，就趁这个机会，因为现在的长辈的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先从最基本的独居老人的列册，为开始慰问，然后我们是募集每个里长的红包及那个物资，然后我们一起全部33个里的一起捐赠这样子。目前伫咧北区的独居长者统计有33位，北区里长联谊会嘛会一个安排时间前往拜访，赠送物资以及红包，表达对独居长者的爱甲关怀。台南新闻王志豪采访报道。歇困一下，马上转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也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咱台南的蜜枣当中有一款品种真爱，因为会当符合着低温保存甲日本防疫条件。伫咧今年过年以后，就将要顺利销往日本。对此，南营农产行销总经理李伟雄来表示，这嘛是市长黄伟哲上任以后第一场由政府所推动的外销成绩单，相当的难能可贵。台南的蜜枣不止大粒，而且甜脆多食，但因为台湾是东方古石因的热区，出口日本一直受限制。经过7档努力，终于伫2016年底核准出口。只是这几档因为风灾减产，只当应付国内市场。去年经过南营农产国际行销甲市府团队积极行销，第一批真爱将伫2019年农历过年后销往日本，成功替农民找出路。日本是我们也很重要的市场哦。那过去我们都卖它那个爱文芒果嘛。哦，那这一次的蜜枣也算是经济价值高的一个那个农作物，所以我们很期待，哦，我们很期待。那今年我们刚好接到第一批的，我们算是南部第一批的出口日本哦的这个机会，哦，所以我们很珍惜哈我们也很小心去顾我们的品质，哦，将我们台南市的那个农产品把它行销国际，
哦，那当然也是经过我们台南市市长指示了哈，黄市长也特别跟我们指示，以我们台南市的农产品为优先啦哈。当然，拓展国际外销需要大建林，所以南营农产嘛特别找咱在地出身的歌星杨新华来合作，希望借助伊伫东南亚的高人气。那新华呢，将尽小小的心力啦，哈，将协助我们南营公司呢，协助我们这些公司呢，能够帮我们这些台南最优质的农产品呢，再次行销到国内外哈，再次做一个最好的行销，然后创造呢最高的经济效益是这样。根据了解，未做咱台南有274公顷，产量占全台湾13.8%，以玉井甲南西为大宗。现在成功销往日本以后，嘛渴望成为内外销的主要品种。但新闻顾问及何超芳采访报道。年节将要到，为着要互中家收入户甲独居长者来过一个好年，立委林俊宪甲议员蔡小薇共同邀请到台湾省会计师公会做伙来捐赠物资，帮助弱势。19号下午，伫咧东区服务处举办着捐赠白米的公益活动。由立委林俊宪甲新科议员蔡小薇共同发起的岁末关怀活动，19号下午伫咧东区服务处举办。现场邀请台湾省会计师公会甲社会各界慈善团体，希望借此抛砖引玉。吸引更多民间团体共同关心弱势，做伙来做爱心。每一年，工会都来给大家帮忙，真的非常感谢哈。我们这样的一个工会，都记得回馈社会，照顾弱势。他们每一年都会在这里跟郡县、跟蔡小薇议员一起来办理，非常感谢。每一年的举办这样子的活动。其实小薇过去呢，都负责在这个接洽跟我们的民间团体这边需要帮忙的地方。我们可以发现他们的资源其实是非常缺乏的，可是他们有这个热情哦，在帮忙这些照顾我们比较边缘社会比较边缘的需要帮忙的人。那也很感谢我们会计师公会每年这样子的在寒冬这个季节来让大家过个好年，也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还能感受到我们在这个社会，我们台南是一个很温暖的地方。主办单位表示，捐赠白米不但会用帮助农民，而且佫会用做爱心。虽然一袋白米对一般人来讲无啥，不过对弱势民众却是一顿的温饱。希望透过捐白米的活动，呼吁各界共同支持，做伙关怀弱势家庭甲独居的长者。台南新闻联根采访报道。由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共同发起的募集民生物资，帮助弱势家庭过好年的活动，今年结合着登陆爱心会、陈家皂纪念文化基金会等侪善心团体，共同募集着25000斤的白米甲日常生活用品。20号上午分别伫咧议长甲议员的服务处来发送。年关要到，由议长郭信良甲立委陈廷辉、议员陈义丁共同发起的结合登陆慈善爱心会、良丰企业、后第一食品、甲府城同心协会等侪社会爱心团体，20号上午分别伫咧议长安南区的服务处、甲立委议员北区服务处举办寒冬送暖关怀弱势活动。会中发展低收入户白米、罐头等日常用品，总共大约2500户受惠。阮今仔日准备着米，搁一寡咱的民生的必需品包括着豆油、搁盐，搁即个面纸啦即个卫生纸，希望讲会当带互咱的所有的弱势朋友，互伊感受到讲有遮尔多人来关心伊。今年已经过第16冬啦总共发的白米已经加救助的金额已经超过了6000万今年持续发放，希望让大家能够过个好年，让大家共同的出钱出力，为这个弱势呢至少有些帮助。其中议员陈义丁更加赞助选举的补助款，现场嘛有台湾省会计师公会以及培正基金会董事长拢亲自到场。
今天呢，大概是有北区跟中西区呢，包括1、2、3款的低收入户，还有安南区总共有3区，大概有2000户的低收入户。那由以真跟廷飞呢，那结合我们的会计师公会啦，还有我们的培真基金会、登录爱心会等等一起来做这个爱心。那以真这次也把自己的选举补贴款来投入希望说让所有的弱势朋友在寒冬呢可以感受温暖，也祝福大家在金猪年都可以新年快乐。吉祥如意。另外，伫个义长过市量服务处，还有书法家现场写春联，加免费的义诊，加丸仔汤品尝，大家共同发挥爱心，关怀弱势族群，希望所有弱势家庭拢会用过一个好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春期间，为了要让游客会当伫个古迹区内底增加着行春的趣味，中西区公所特别结合着正式家庙。共同来举办灯会，希望将文化古都的特色来推广出去，嘛邀请到全国的民众做伙来府城行春。位伫忠义路郑成功祖庙，今年拄好建庙356周年，同时嘛连续第6档举办府城成功灯会。现场嘛看到工作人员正无用伫咧布置，并且挂上花灯，整个庙内庙外挂满各式的花灯。今年的灯会上大特色就是彩绘花灯，庙方甲区公所特别邀请国中小甲幼儿园的学生共同彩绘。我们中西区公所为了推广我们整个古都的文化好，那也希望说每个游客在我们新春期间来我们中西区这边走春的时候，能够有一个乐趣的一个地方那所以说我们跟我们正式中青会在我们正式家庙这边办理这个灯会的一个活动那今年是正式主庙的356周年那同时也是我们府城成功灯会的第6届了那一直以来大家都是相当对这个灯会有所期望那所以说我们今年也结合我们第一幼儿园还有我们成功国小的学生各100多位来这边做彩绘灯笼了今年的特色除了讲灯内灯外挂满了迄个灯光灯以外阮阁有邀请学校的学生，就是在地学校比如讲第一幼稚园光华高级中学啦，成功国小啦，以及咱在地一寡幼稚园第一幼稚园的学生呢现场来为这个灯笼互因家己来挂呢那么搞真水那么除了讲画灯笼以外呢，阮阁有迄个用灯笼来写字有这个台南区书法协会台南区乐墨书法协会的学员来写字那么写字的每一支灯会灯内底这个祝贺词啦也是讲迄个藏式这个句读拢完全不同款，会使讲一个真水多元化的表现当互大家来欣赏内底的句读所以今年除了讲画图以外，阁有迄个写字表现讲一寡文字绘画之美除了国中小学童的彩绘花灯，另外阁聘请台南市书法学会、甲乐墨书法学会等大师来写灯笼。预计新春期间，除了灯会，阁有点灯、祈福、摇灯谜、书法家现场的火候、甲水仙花的展览，欢迎全国民众做伙来府城行春看热闹。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由议员詹培雅爱心义工协会举办寒暑假中餐帮助儿童的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7档。伫咧今日寒假的头一天，议员詹培雅嘛亲自进入到厨房来炒菜，希望会当帮助弱势家庭的小朋友伫咧寒假期间嘛有营养午餐会当食。议员詹培雅表示，中餐助动的计划今年已经迈入第7档。强调无对外募款，靠的拢是背后一群爱心的义工妈妈出钱出力，主要就是要帮助弱势家庭的学童，伫寒假期间嘛能有营养午餐通食。寒暑假的中餐助童计划，我已经第7年了，现在是寒假的时段10天，但是我们是给孩子吃个温暖的，而且热腾腾的午餐，让他觉得说我们社会是温暖的，那么好好的。用功读书，我们抛砖引玉，让他能够觉得社会是温暖的，未来会当为社会做较侪代志，嘛会当一寡家长较弱势家长会当安心放心，囡仔伊做去上班，阮才能够帮伊
好的照顾。除了同餐的供应，另外一寡爱心义工妈妈嘛会主动提供家己种的有机蔬菜，为小朋友来加菜。议员表示，寒假期间平均一天要准备315人份，全部的费用拢是由爱心义工妈妈克力义卖。另外嘛有过路的善心人士寄付，希望这份爱心会用持续落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多云，有时好天，温度15度至20度，袂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真感谢你来收看1月21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祖和，咱再会。